在今年2月，有一个姓简的查甫人，伊驶货车弄死巡逻员，佮在冲入去八岛分驻所弄死值班台警察。专案经过2个月侦办，检方指出，会当确认被告迄当时是急性精神病发作，因为被告已经死亡，专案终结无被起诉。那被害人的家属也拢有申请200万的特别补偿基金。用头提拖拉机弄入去派出所，迄当阵即一弄是互八岛分驻所一个警察无名，弄出这大条的姓简的查甫人，伫案发进前，搁伫台62线弄死巡逻员。今年2月，这个案件经过警方2个月调查，所以侦查终结无起诉处分。简某当日应该是因为急性精神病发作，才对这些素不相识的被害人发动致命性的攻击。那本案因简某业已死亡，给予不起诉之处分。终结无起诉，就是因为被告在做事了后，就去弄冰高度，结果随后火车弄死。检方追查动机，发现被告伫113年2月，经过病医诊断，伊有急性的精神病。伫案发进前5点钟，伊阁真紧张，走来甲警察讲有鬼在甲肉。伫日常生活，伊和被害人并无熟悉，但是2条无辜的性命都安尼无啊，造成家属永远的痛。这个案件会着重在他的法律协助会在民事的部分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的分会也已经安排律师去做法律咨询。那后续我们也会尊重家属的意愿，提供他有关民事方面的这个诉讼上的协助。顺日的警察一家伙仔是愿意提告求偿，环保协会提供协助，但是因为专案是恰好被害死亡，无适用犯罪被害补偿金，被害人家属阁被申请200万的特别补偿基金。这个被告发生了后，阁较互警察驻地安全强化引起讨论。县城的各县市警察局，他们有强化，比方说有那个防撞杆嘛，那比较中期的部分，我们在争取预算，已经全面调查，要来补强，包括那个值班台、防撞柱等等。家己台北市有真侪派出所的门口，拢有停乌托邦菜交通间。警政署长吴明昭讲，这是初步方案，持续争取经费，中长期统一规划，设置防弄调节的方向来加强驻地安全。只是敢若现行的作为有基层的反映讲，标准无统一，中央嘛无去正视驻地设计和选址这根本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